圣经故事新旧约，台湾教会公报社印，1954年，耶稣的死甲搁活。耶稣受了了后，无人会定伊的罪，就互人对一所在搁送到别所在，实在真冤枉。遐人是安怎才袂当定耶稣的罪呢？就是因为耶稣根本无犯着什么罪，所以最后因着去使弄真侪人来做假的干证。罗马的官彼拉多无法度就将耶稣交互群众，随望伊有讲：我看这个人是无罪的，总是伊犹豫毋敢反对群众。但因伫遮特别紧。到底是要放耶稣上帝囝，还是放巴列巴放火杀死人的犯人？因齐声讲要放巴列巴，也搁话讲将耶稣钉十字架。后来耶稣就背伊的十字架，经过耶路撒冷的街路到各各他，甲两个犯人同钉伫十字架。伊的手、伊的骹。互人用大旗顶钉过，伫遐只有听候死若定。伫即款受苦的时，耶稣的对敌犹原甲伊骗烂，甲伊击刺，这是偌尔通惊的罪恶啊！忽然全地拢黑暗，真侪得看的人点点流走。迄时拄拄3点钟，对黑暗的中间。有听见真悲伤的声讲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你啥事放离我？”安尼，耶稣带咱的罪伫十字架顶，总是有个听到胜利的声讲：“事明白啊！”讲煞，救主耶稣就仰头开灯。当耶稣是着甲普通的犯人同埋葬。毋是，因为有一个暗箭对耶稣的人，就是阿里马太的约瑟，伊欢喜将家己新的梦予耶稣用，伊就去求彼拉多，准伊收耶稣的身躯，后来就用油抹耶稣，才下伊伫梦内。耶稣兼毋是捌讲。伊3日后要搁活嘛？是，伊会对敌知影即个事，就去得到彼拉多的允准，用一块大石来踢门口，用封条封起来，派兵丁踮遐固守。总是无论大石，无论罗马政府的封条，也是兵丁，拢袂通互耶稣永远。踮伫死人的中间。第3日，伊果然搁活，这是偌尔阳光的胜利啊！第3日的早起，天曝光，有几若个妇人人来探望，因以前拢是跟对耶稣的，总是因来到位，真着惊。迄块大石搁伫边仔，梦内空空。要天使报因消息讲，恁咧找，互人钉死伫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伊已经搁活，伊无伫遮啦。对迄日起40日久，耶稣真侪摆出现，互伊的学生看，互因确信，伊已经搁活。后来因三甲伫伯大尼的时，耶稣就离开因。受直接上天，迄时因有得到什么约束？就是即个烧香的耶稣要过来，亲像恁看伊上天一样。你有备办好势，听候耶稣过来啊无？当伊来的时，伊兼要带你转去天里，做伊的囝儿。完。